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汉字之声广播电台恒春仔的事相机，由小弟恒春仔为恁主持服务。今仔日呢，恒春仔要来讲一个之前伫郭子华的面册遐看到关于暗光的讨论。伊讲呢，有长辈讲的暗光这个词，是咧生物件的光啦，暗光。教部的台语词典嘛是讲咧生物件，生实物用刀所做的光啦。不过伊怀疑是迄个暗日，所以互大家安尼认定的。台语大词典是写暗光，蹲向内弯翘的红仔。伊认为台语的暗应该是无生的意思，而且因兜的暗光嘛无生过什么物件，掠准是做水光的用途尔。有一回呢，听因阿母讲才知影，较早是咧印七种的。伊认为喙小可收入来的光，这个讲法较合理。伊嘛讲啦，这是个人的看法啦。阮细汉的时，水家窟的阿嬷因兜就有暗光，而且毋若一个尔。暗光不只用来欠水，温金蕉嘛是用得着暗光。像阮阿公阿嬷，因会将刮落来的金蕉啊，一皮一皮放入去暗光，然后呢，摕一把香啊点落倒，口中念念有词啊，啊哩拜哩拜，啊拜几拜了后，将香插入去暗光内底，过来呢，看几个啊麻布袋，迄麻做的哦，迄布袋麻做的，毋是像即马这塑胶的。最后呢，佮缀一块足大块的茶棒啊，过几工仔就会当食啊。讲到即个暗光呢，郭子华嘛讲，司马公拍破水缸救囡仔的故事，感觉真奇怪。我嘛有同感。首先呢，水缸是用来滴水的，若做了伤悬，你要滴水啦，也是要养水，拢真无方便啦。而且伤悬，囡仔嘛爬袂入去啊，所以囡仔若爬入去的暗光，应该是袂伤悬啦。既然若袂伤悬，安尼司马公就无必要讲破水缸来救囡仔。不过个故事就安尼讲啊，咱嘛爱想办法甲疏导转来。这水缸是真悬的，大人若咧养水会掉手，迄拢无要紧。囡仔一定爱摕椅啊，也是楼梯爬入去，安尼才会当配合司马公拍破水缸这个故事。其实我嘛捌爬入去暗光算啦，嘛甲司马公迄个故事囡仔同款啦，差一点仔死。代志发生伫我读国小1年的时啦，阮兜便所有一个滴水的塑胶暗光啦。迄天天气真热，所以我就爬入去暗光内底泡水啦、耍水啦。结果互阮老母撞着，互人修理了真功夫，调整了真好势，讲一个半小时。再来呢，佮讲一个伫我还未读册的时，甲暗光有关系的故事。迄年呢，甲阮姊要去水家窟，咧款衫裤的时，我准备2包卫生纸。阮母讲毋是要带真久免扎较济去啦。但是我一定爱扎，因为迄阵我7尻川的机卡，也是讲爱用几张卫生纸，甲7尻川的力头掌握毋是介好啦。平常时我一遍拢是摕一支来处理啊，一定爱扎有够啊。去到水家窟了后，有一天阮阿嬷讲呢，要去某人因兜食豆啦。为什么爱去某人因兜食豆的原因，我嘛毋知。反正有通啊食就好啊，囡仔人毋免捌遐济。不过这个时阵，阮姊就甲我叫去边仔啦，甲我讲呢，伊透早将卫生纸分互因姊妹仔伴的代志啦。
然后阮就走去某人因兜了，我甲阮姊也就无爱食啊。啊，某人因阿母啊，甲阮阿妈讲，来食来食来食。啊，阮讲几摆无爱食了，阮姊也就甲我扣外口去啊。啊，阮阿妈就甲某人因母啊讲，莫管伊啦，囡仔人一顿要食也袂枵死啊。等阿嬷食饱了后，转来厝，我就甲阿嬷讲：“阿嬷，我腹肚枵啊！”哦，阿嬷就真生气啊，就讲啊，叫你食，你唔食，即摆来靠枵。然后我就甲阮阿嬷讲哦，我为什唔食的原因啦。透早阮姊啊将卫生纸分互因的姊妹啊盘，拄啊好某人伫边啊讲伊也买啦，一直拜托阮姊啊，互伊一寡啦。阮姊就互伊2张啊，就走去园林种蚵啊。无偌久就听伊话讲哦，好，足歹用啦，足歹用，切一就破去啊。果然就将手伸入去因兜的颔缸啊洗手啊。阮阿嬷听我讲完了后，无插我，我头就去无用伊的工课啊。话讲倒转来啦，颔缸除了教育部所推荐迄2字颔缸义之外呢，还佫有啥物写法呢？我是有想到即个颔缸啦。先讲意思，颔器物顶悬下骹较矮较细，中即个部位较宽较大。再来讲阴，颔固难切，又阴颔阴颔，这个就是念做颔。不过叶老师认为，这个颔呢是读做颔。乌减切，叶切，或者是暗乌减切，找无读暗切语的资料啦。对切语来看，保守的推论只有顶悬这3音：叶、暗。叶老师讲的这个观点嘛是真有道理啦，但是我人较搞怪啦，会乌白想一寡这有诶无诶，也是去编一寡资料，所以会伫下一集来讨论颔缸的颔，兴趣会用这个颔的理由。只不过这方面的内容就会比较较正经小化。到时呢，搁再请叶老师以及其他的前辈先呢来甲兴趣看教。节目也将近尾声咯，咱后一回空中再相会，再见，拜拜咯。